雷无杰的功夫我清楚，就算他强开火灼之术夜火境，也不过勉强提升到逍遥天境罢了。苏沐雨在当年魔教东征之时，便击杀了魔教数位逍遥天境长老。别说雷无杰，就算是雷轰，也不一定能和他打成平手。另外一边也一样，唐莲和司空千路确实很强，但在成名数十年的血七刀面前，绝技坚持不了这么长的时间。这种情形只有一种解释。没错，遇上你们之前，我们3人都受了不轻的伤。即便这样，收拾你们几个小辈还是绰绰有余的。无极棍，看到你的兵器，我总算知道你是谁了。永安王萧楚河，没想到你一个武功尽废的人，还敢在江湖上走动。早知如此，也不用费力地对付血月城和雷家了，只要杀了你，一切就都结束了。杀我？这以前总是你们挡在我面前，这一次也换我护你们一次。萧瑟，可是你不必担心。萧瑟，你果然是个高手啊！不过你们这些高手就不能早一点出场吗？一定要我都走不动了再出来做英雄？我也想早点做英雄啊，如果不会死的话。萧瑟竟能直入那逍遥天境，状态持续不了太久，必须速战速决。萧瑟，我来救你！不好，眼魔掌